时间已经到，请走吧。无得欠人啥物，只有三疼，还是欠人，因为疼人的有尽律法。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4首，我心阿罗至悬上帝。会众请起立。由愿徛地，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年的爸，
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续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耶稣马利亚出世，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同的教会，圣道上通，做赦免。俗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即摆咱三甲来读启应文。启应文伫第57篇，记载伫圣诗后面1103面，也就是约翰福音15章。我来刻。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家己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话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咱同心来祈祷。还有吗？现在，全能的大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阳光。阳光归伫你，就是至悬的主。主啊，你是真理的源头，是光明中的光。你拍开阮的心，互阮看万米到真明。主啊，阮要感谢你，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你的同在，搁得到你稳定的保护。主啊，求你赦免阮有意或者是无意中所犯的罪，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擦消阮的过失。主啊，求你使阮祝福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敬拜你的时欢喜，学乐你的时快乐。主啊，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听牧师讲道的时，通受圣神伫阮心内激励。主啊，阮为着仰望你的人，甲礼拜中学乐你圣名的人祈祷，无论因敬拜的方式怎样，求主用仁爱来接纳因谦卑的求讨甲学乐，佮赏赐因永远的活命。即是阮要同心为着教会，伫7月初1到7月初5有主日学的夏令营，7月初6的音乐分享，7月初7到7月14青少年有福音队，要伫嘉义光华国小有生活营，求主使因能力、血力、勇气、疼心甲智慧，每一项事工伫因的服侍中，拢有你的同在甲保守，也得到你的活力，搁通荣耀你的名。主啊，我要为着教会中
年老的长辈、身躯衰烂的人，恳求主亲自安慰、医治甲看顾。阮也要为着出外的人，或是工作，或是当兵，或是求学，恳求主每时每刻都甲因伫地。阮也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的百姓来祈祷，恳求上帝亲自掌权，使阮平安过日。愿阮所有的求讨，求上帝欢喜接纳。阮安尼恳求，拢是奉靠国外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赞美，请雅音合唱团，因要用上帝的完美的恩典祝福的歌，带咱来学罗上帝。
这些阿姨的献诗，只是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马太5章38节到48节，伫新约部分第5面。恁捌听见有话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若是我甲恁讲，无得甲歹得着。若有人扇你正边的喙皮，倒边也还互伊；有人爱告你，摕你的内衫，外衫也放互伊；有人勉强你行一里，就甲伊行2里。对你求的，互伊；要甲你借的，无得越走。恁捌听见有话讲，着疼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着。若是我甲恁讲，对着你的，着疼因；困着恁的，着替因祈祷。恁若诚做恁伫天年的爸的囝，因为伊互伊的日起来照歹人甲好人，也用予恶义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疼恁的，有啥物报赏？遐个抽象的，敢无安尼行吗？恁简单请安恁的兄弟，有啥物较赢人？外邦人敢无安尼行吗？所以恁着宣传，亲像恁天父的宣传。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讲道请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行第2里路。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真善美性的上帝，你是完美的，所以你的恩典嘛是完美的。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救赎，拢是完美的。阮却是无完全的。当阮听见主耶稣伫马太山上宝训这话语的时，阮来对主讲：因爸，阮实在做袂到，有真侪代志，阮感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拄好尔。阮实在真恶去听迄个歹款待阮的人。若是你予阮一个遐尼悬的标准，爱阮亲像天父的完全，阮只有用这做阮人生最高的目标。啊，尽阮所有的气力，以及上帝你圣神的帮赞，毋望阮会通亲像天父的完全。如果阮做袂到，也愿上帝你赦免甲怜悯，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逐工的生活中间去体会迄个好较赢歹迄种的喜乐，互阮去体会善较赢恶，迄个气力搁较大。黑暗绝对袂当赢过光明，就求你互阮伫光明内底来过阮每一工的生活。求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虽然阮的工是无完全的，但是阮欢喜享受伫爸内底你完美的恩典，你完全的怜悯，以及你完全的赦免。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真理，你提醒阮行第2里路。毋望这也诚做阮逐工咧待人处事原定一个目标，阮欢喜因为听来超越阮本身本应该尽的义务甲责任，通过人真有限的人脉，以及传达这个真理。上帝，你用你真理的灵本身运行伫阮中间，互阮不管讲听的，领受到上帝你真理的话语。也有迄个决心去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阮同心将这敬拜仰望伫你的同在祝福，
愿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想咱最近拢伫新闻有看到这项代志吼，博爱座。我是要邀请咱大家，你对博爱座这项代志，你的看法到底是甚物款？因为咱即摆坐公车、坐捷运，拢有一部分的位置，甲你写是博爱座 priority set 就是讲你会通优先时，互你会通先做。基本上，这个用意非常的良好吼。总是这个设定，这个博爱座煞变到有一寡人认为讲，我比你较有资格。不管是我的年龄，还是讲我各方面，我比你较有资格坐这个位。迄个位已经互人坐去了，伊就受气啊！伊就感觉安尼，你真袂体贴，你无迄种同情心。所以这个时阵煞变做，当年年纪较大的人，身体较衰弱，伊较需要坐落去，这无毋对。总是今仔日台湾煞变做一种世代的矛盾。我看你比我较少年，你就有义务将这个位让我。伫迄个所在，咱知影最近真侪这冲突。有这少年人讲，其实我有需要，你外表看袂出讲，虽然我看起来像少年，总是我足艰苦咧。我真需要坐咧休困，我需要这个上班遐久我真正挡袂掉我需要这个位，你看袂出来尔。咱咧反省咱家己啦吼。老实讲，咱若去到捷运，咱嘛会想讲，若有可能我莫坐博爱座。那其他有位，我绝对袂先去坐迄个博爱座。咱先坐到别位，坐到别位的时阵，我就没有义务让座给你。总是这个对咱来看，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博爱座，我让人检测是因为决定写甲真清楚。检测是我有迄个义务。如果我真正是看见你比我较有需要。我有迄个义务让出来互你。总是你有感觉，咱今仔日煞变做，我若坐伫普通座我无感觉我有啥物需要让人的。所以你愿意甲你原来坐为普通座愿意让出来，这个就是第二理路啦。我本来就没有义务讲爱让你坐这个所在，所以今仔日。一个利益良好的一个规范，总是真侪真侪冲突的所在，因为真侪人，包括我，包括你，检测咱拢无迄个行第二理路的精神，所以阮若坐伫普通座，我坐得心安理得，我嘛无感觉讲，看见比较开咯。你就等博爱座的人让你，这个就是咱今仔日所变做一种负面的这个影响力。今仔日咱要讲三项部分，真好去了解这段话。伊讲若有人献你正面的喙皮，你倒边活互伊。我毋知伫你做基督徒的过程中间，非基督徒捌用即句话甲你刺激无？耶稣就讲安尼，伊就要甲你软土深骨你本来就应该互我欺负的，我欺负你是拄好尔，你都爱搁食，甲你正倒边的喙皮现来奉送互我甲你献安尼。第二个是讲有人告你，要摕你的内衫，你将外衫也放互伊。第三项就是有人免讲你行一里路。你就该行2里。后来讲听对着这是一个更较悬的标准。咱敢若用这3项。有人咧讲，这段圣经是对基督徒来讲不知困扰的圣经。5章3、8、10，咱48节中间，现代人安怎去面对耶稣的伦理的生活上教示咱去实践加行一里路这种的精神。都有一本册，这个是一个美国神学家Walter Wink， 这个人
拄好甲即三项，耶稣讲的即三项，甲伊做伊的解说。我感觉不知趣味，就用这来甲咱三甲来分享。因为伊用即三种内衫互伊，也是倒边的喙皮互伊，也是讲行第二路。伊讲这代表咱社会上定定看会到的强势的暴力啦吼。第一个就讲献喙皮，这代表地位的暴力。我较强势，所以我会通献你的喙皮。一个是经济暴力，第三是政治的暴力。因为行一里路，迄个是罗马帝国的时阵的一个法令，你有义务替罗马兵丁，也是讲罗马人讲伊的物件行一里路，这是种政治的暴力，伊来解说。所以在伫即个咱最近立法院也不知混乱。如果真做一个法的时阵，咱讲恶法嘛是一个法，点才是合法的，总是即个是一个毋好的律法。咱到底伫即个情形内底，咱安怎去面对即种的情形？所以咱先讲即三种的暴力。第一个就是地位的暴力啦吼。我想咱大家拢会感觉到吼，人咧相拍身躯无啥要紧，献喙皮是一种带有侮辱、真重的意味，迄种的暴力。大部分咧烧，你气急败坏，忽然间就伸手就献对方的喙皮。拍喙皮无一定比身躯较疼，总是迄个受侮辱迄种的感觉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会讲献喙皮。除非讲冤家中间，你气甲挡袂牢，全现出手，就直接拍献人的喙皮。除了这以外，大部分会讲献喙皮吼，你来想拢是伫无啥平等的关系中间。古早是也是头家啦吼，对新郎吼教拢袂晓就甲献。也是讲老师以前还阁无咧讲爱的教育，还阁有体罚的时阵，你要捌互老师献喙皮无？有时老师会安尼做，父母对囝儿，也是讲伫军队内底，我阶级比你较悬。有时性别内底，查甫人对查某人献喙皮，这是地位的不平等中间所显现出来的一种暴力行为。总是真趣味，你毋知捌去甲想过即句话无吼？若有人献你正边的喙皮，你倒边也挖互伊。有人打你右脸，那我们右脸在哪里？我毋是左撇子，我是大部分人拢是倒手的吼。我若献你献倒一边的喙皮，是左脸的喙皮，敢毋是？不是右脸。我甲你拍的时阵是拍着，照样的是你的左脸。耶稣来讲献你正边的喙皮，这个是代表一种更较侮辱人的，就是我献你，我毋是用正手献你，我是用手背安尼甲你扒落去安尼，迄种的情形，这个是一个更较大的侮辱啦。所以伊用安尼甲你侮辱的时阵，你叫献到这边，你讲安尼我这边嘛，我转来讲。你会通甲我拍啦，总是你袂当用即种手背甲我献来侮辱我，伊是咧做一种无言的抗议。是检查你足受气，检查你就总是你会通拍我，你袂当用即种方式来侮辱我。耶稣嘛讲献过喙皮呢，咱若看即个耶稣受掠去到大祭司的时，大祭司伫遐问耶稣关系讲你到底是咧教是甚物？为什么你家遐门徒出来到底是甚物？约翰18章19到20节吼，耶稣甲大祭司回答讲吼，我对人讲话吼，毋捌私下讲遐违反摩西律法，还是讲遮无正当的话。我伫会堂、伫圣殿、伫公众的会所，伫咧聚会教示人，我毋捌讲你今仔日甲我指控是咧亵渎上帝。也是教人做歹，这代志我拢无安尼来做，所以伊为家己咧辩护的中间，其中一个
一个警卫啦吼。咱来看这个圣经18章20到23节，耶稣甲讲：你甲我问即个，其实我的讲话，我的教示拢是公开的。遐听过我讲道理的人，你去甲问就知影。你今仔指控拢是子虚乌有。耶稣讲即句话了后，边仔一个警卫就甲伊审。伊可能是要巴结即个祭司啦。伊要互耶稣知影，你今仔是囚犯呢。你的对象是一个地位比你较悬的祭司呢。你竟然敢安尼来回答大祭司？耶稣伫遐甲伊讲，我若讲毋对，你甲我讲我倒位讲毋对，你摕证据来指控我。我若是对，你无资格甲我拍。所以伫迄个所在勇敢来抗议。伫迄个情形内底，伊真正也向倒边的喙皮嘛杀互伊。第二项是关于经济的暴力啦吼，有人告你摕你的内衫，无你干脆向外衫也放互伊。即个大概是讲情形啦，咱去想象就是一个散车人，伊是来散到无法度。所以，伊需要去转伊的衫，转伊的衫做抵押品，已经到穷到讲嫌衫家己贴身的衣服拢爱去转的时阵，就代表即个人经济情形非常的歹。所以，伊迄个债权人若敢甲你摕你的内衫，你干脆赤身裸体来抗议。连外衫嘛送互伊，所以当时咱知影伫迄个迄个时代，毋是讲假棉被，因为外衫是真重要，暗时咧困的时阵做棉被来夹，是生活的必需品。若无即个物件，暗时会寒的方面，所以事实上外衫是袂当做抵押品，总是内衫是会当做抵押品的。毋过这已经是到山穷水尽，已经无法度啊！你做一个债权人，你经济较强势，你敢真正无一点点同情心？所以基于人道的考量，咱看见出来二章，即个所在讲，你若摕厝边的衣裳做准当，厝边甲你借钱，伊的衫甲你做准当，你会记你日头落山以前都爱行伊呢？因为伊干那即领衫通好教尔。伊掠身躯的衫若无，伊要安怎困啦吼？所以即个衫实际上是甲伊的性命有关系。你今仔日伊散到无法度，嫌内衫嘛当做互你做抵押品，那安尼的时阵，你干脆赤身裸体，你逼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无我外衫嘛全转互你，我都无啥人穿，我脱要摕。望安尼来互对方有迄种开始同情心，来唤起他的良知。新明记嘛安尼讲，你毋通人谋生的器具，你毋通摕去做顿头啦。你甲他唯一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工具，摕去的时阵，这种是无应该。虽然法律上规定。你会通安尼来做。第三个是关于，有人免讲你行一里路，你该行2里。一里路，即个是义务，因为咱知影当时罗马帝国势力非常大，因的军团去出征等等，足侪装备也是其他，所以罗马公民伊有迄个权利要求殖民地的这百姓，如果若叫你讲，你甲我倒背我的。即个装备，伊的枪也好，伊的盾也好，还是伊的背包也好，你有迄个义务。所以即个义务是规定1里路，你替行1里路，伊会通去叫别人来替工，总是你袂当叫我继续来服侍你。所以咱咧看讲，最后说，从送去各国他要定12架时，伊实在是已经跋倒无法度无力通去扛12架。所以罗马丁就凊彩伫路边叫一个古利奈人西文讲：你替扛12架，掠伊的装备，行1里路。所以这是
耶稣讲，这个是义务，这个是法律上规定你要承担的责任。总是伫义务以外，你是毋是愿意行第二里路？当然，这些代志拢是面对一个强势的暴力，面对一个恶势力。罗马书12章17、19、19、20，甲咱讲到几啊项圣经。如果咱有机会甲看的时阵，伊互咱有几个原则啦吼。伊讲，你被暴力对待的时候，你莫以暴制暴，不要以恶。你对我遮残，我就对你搁较残的。我看咱即摆以色列咧对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大概嘛是安尼，因为因抑搁相信喙齿行喙齿，目睭行目睭。总是伫新约伫主耶稣互咱的迄个时代是讲，你不要崇尚暴力，莫以恶报恶。如果这样代志真水，大家感觉真无简单呢，你要踊跃去做，尽量甲人和好。点出对方毋是真好款待你，对你印象真好，总是你嘛尽力甲伊和睦相处。如果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不要想用家己的方式去报私仇，宁可互上帝甲伊算账。伊甲咱提即个方法实在真困难啦吼！伊讲迄个歹款来你的对敌，伊若要你有气力，你互伊食互伊啉，你安尼做是咧唤起他内心的良知。伊嘛甲伊知影讲，我对待你安尼，你竟然用我想袂到的方式，用好来报我的歹。罗马书讲，可能安尼会通，互伊羞愧交加，讲我毋对咧，我毋通应该安尼来对待你。所以罗马书12章21节讲，莫互迄个歹较赢，莫互迄个暴力较赢。毋茫用好来较赢迄个歹，主要是要用好对歹。有几个对咱当事者来讲，第一个就是看对方的良心会发现吼。咱看见历史上成功的，就是甘地甲金恩博士吼。这有色人种伫美国，伫迄个时代，1956年代，抑阁受到种族隔离啦，等等这个政策。真侪黑暴党的人就认为讲，既然这个白人用这种方式对待咱就用暴力去对抗，去表示咱的抗议。总是金恩博士认为讲，咱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甘地，印度当时互英国殖民地的时代，印度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伊嘛是用这种的方式，就是我不合作。这个中间非暴力抵抗运动，也是讲用较消极，而不是积极的迄个溃烂去甲对方对枪。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不以暴制暴啦吼，也毋是讲安尼，阮就逆来顺受，随从阮由愿来保持阮的尊严。总是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啦，冒险的一个行为。亲像头先咧讲，现正病现倒病，我坚持我家己的尊严，我的尊严无容许你来甲我侮辱，然后我用好来报答迄个歹，毋茫对方只要是人啦吼，人性还有一点点的良知的时候，伊会去感受到，安尼我对待你的方式是错误的。总是你安尼去对待，无保证讲他的良心会发现，有时甚至引来更狂暴的对待，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伊歹对待你，你用好来
来回应他。伊检采想讲，安尼我会通过占你更多的便宜，嘛有可能会安尼愈来愈安尼做。总是圣经教讲，咱试看这样子是不是会通以善来胜恶？所以志愿行第二里路，第一里路是义务，是责任，是被逼的，是不得不你爱去承担的责任。第二里路是你家己欢喜甘愿。阮伫工作的职场内底，公司也是头家交代你遮个代志，咱领人的薪水就是做遮个代志。这是第一里路，是你应该尽心尽力，把你分内的工作做好势。总是伫遮以外，我是毋是愿意做超出我的责任甲我的义务以外的迄个工作？这个就是咱今仔日爱三角来学习。所以咱定定讲，迄圣严法师一句出名的话，叫做“欢喜做，甘愿受”。这是我家己欢喜的。是咱讲甘愿做，欢喜受，就是我甘愿，我分内的工作做完以后，我真欢喜去帮助我的同事，也是去做我业外会通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我甘愿做。有人感谢也好，无人感谢也好，我欢喜承受迄个结果。所以我咧做的时阵无怨言，心内反正非常的欢喜。我可以走第二里路安尼来甲人计较。所以你若欢喜行第二里路吼，你会变做你心态改变。你本来第一里路是劳苦重担，所以我第二里路我家己做我家己的主体，我毋是外来压力，是我欢喜去承担的所以当你做这个代志的时阵，会变做较快乐而且不会太去计较别人的批评也好，还是讹落也好。所以有一首歌叫《He's Not Heavy, He's My Brother》。因为伊是我的兄弟，所以我足欢喜去承担。我足欢喜伫战场受伤的中间，甲伊派倒转来。我真欢喜去承担，因为疼的原因，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有困难的时阵，我甲伊担迄个重担。这个毋是你应该尽的义务，是你欢喜去承受迄种的权利。所以耶稣邀请咱，伊讲恁将恁的重担来放伫我的心中，如果背重担的就分我。耶稣就是咧行迄个第二里路，伊欢喜众人将担来放在伊的心中。因为咱来做礼拜，心内检查有真侪重担。为着家庭，为着经济，为着身体，为着各方面，咱伫上帝面前祈祷来恳求主耶稣，你斗我担我的担咱会通得到安息。总是咱较罕伊去食讲后壁即句耶稣迄个话，毋是讲我互恁得到安息，伊后壁嘛佫继续讲，恁嘛爱背我的担，甲伊做伙去分担。特别是主内兄弟姊妹，其他人的担，恁爱学我欢喜行第二里路。当别人的重担，我有能力、有机会通好去承担的时，我袂放外，我欢喜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承担。所以对家己来讲，变做即个代志是我欢喜去做，一切后果我甘愿来受。对人的关系变做，以前我是哪里我为着责任，为着我爱牺牲，我真侪享受。总是咱行第二里路以后，变做我真享受，我放下我家己应该得的福利，我享受迄个牺牲。第二项，你会通对被动的义务变成主控权在我。我看见别人的需要，我甲家己的工作做了，甲家己的担起来了后，
我都还阁有气力，我都有即个时间，我嘛有上帝圣神的感动，讲某人需要我替担迄个担，所以主动我去承担迄个人，而不是被交代、被勉强的。痛苦的奴役变成我喜乐的服侍。所以咱知影，义务也是讲领人薪水、做人辛劳，是你有迄个义务、有迄个责任，甲代志做，不得不的服侍。所以伊讲罗马书6章16节讲，当咱领人的薪水，也是讲伫当时做奴隶的人，服从主人，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伊的奴仆，伊交代你做啥物，你就爱去做，迄拢是你的第一理路。伫迄个时阵，咱是做罪的奴仆，咱拢互罪控制，咱无法度通做咱爱做的，无气力去做，无爱做的，所以定定安尼去犯着遐个错误，因为咱是罪咯。结果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毋是讲肉体死亡，将来嘛是灵魂的死亡。就是讲，你若顺服上帝，你会通成做一个义人。总是你做义人的时阵，你互上帝称做义，是毋是你欢喜成做上帝奴仆？虽然身份也是一个奴仆，总是无原来的主人是罪恶甲死亡，即摆的主人是圣洁的上帝，做上帝奴仆。所以申命记一个真趣味，毋知大家捌注意到即个圣经无？申命记15章16节到17节，当时还佫有奴隶制度，奴隶伫即个家族侍奉，总是即个奴隶伫即个家族受到足多的疼，所以家己真爱，家己认为讲我是即个家庭内底一份子，虽然我的身份是奴仆。所以，如果恁的奴隶因为疼恁、爱恁，甲恁的家庭，所以你散车人伊无钱，伊甲家己的囝儿声，甲伊卖互人做奴隶6年久，第7年安歇年，主人爱放伊转去，爱放伊自由，互伊倒转去家庭。所以，即个人因为伫即个家庭内底受到足好的款待，即个敢若是亲像我的家庭啊。所以讲，蛮人，我足欢喜，我宁可放弃得到自由的机会，我要伫恁兜继续服侍。若是安尼，你就爱家己带到恁兜的门口，伫迄门用钻子家己的耳孔甲钻一个孔，甲代表这是家己自愿成做即个家族的奴隶。所以伊就家己放弃自由的身份，我要做即个家庭内底一份子。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本来最多的奴仆，要来成做上帝的奴仆，因为爱欢喜成做主的奴仆。所以罗马书6章17节、18节，因为咱以前若无耶稣救赎，担当咱的罪过，你甲我咱拢是罪的奴仆。总是咱即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咱逐礼拜咧做礼拜，咱家己读圣经，咱咧顺服传互咱的教示，咱已经亲像迄个本来袂去做奴隶家庭，咱已经互偷放出来。偷放出来了，咱是毋是欢喜？亲像申命记讲的，主啊，我欢喜成做你的奴仆，来承担你交代我的使命，来行第2里路。所以对家己，咱当然需要尽心尽力吼，嘛无需要比较。所以即个加勒太书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家己，上帝互咱恩赐拢无共。伫公司内底，我尽我所有气力，甲工作做好。总是我的同事，伊能力比我较强，做了比我搁较完全。所以只要我会通伫第1里路尽我的气力，你大可以引以为荣。我毋免甲我隔壁的同事比，伊比我较厉害，因为我已经尽力甲我第1里路做好啊。所以咱承担咱家己第1里路的担，第1里路的责任。因为人生中有足多，我应该担的，我担会起的，我家己愿意
也应该完全去承担，莫甲家己应该担的担，诚做别人会担。总是到第二里路，是责任以外、任务以外。所以教立太师甲咱讲行善，我会通搁加做一里路，加做一项代志，莫失志。伊特别讲，若有机会，你若拄好看见讲，我会通显现我第二里路。如果下一次我们在做捷运的时候，你坐伫普通座，拄有机会的时阵，咱真欢喜，将咱的位来让迄个搁较需要的人。伊讲伫对遐个伫信仰上，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咱搁较应该来行第二里路。伫圣经内底，我看看行第二里路的有几个来做模范。第一个是创世纪24章，利百加。利百加什么人咱敢知？利百加是雅各的老母啦，以撒的母。这段的圣经如果机会回去，你小可甲读一下。亚伯拉罕无爱以撒娶迦南的女子做某，所以找派伊的老老婆回去伊的本族。伊的本族可能是毋是佫倒转去到乌里，今仔伊拉克迄个所在，伫因的家族内底替伊找一个新妇。这个老婆受命了后，去到遐，到底茫茫人海也无半个熟悉，倒一个才适合做我小主人的太太。伊就家己盘算讲无安尼啦，即马出来唱歌伫歌井唱水的这查某囡仔，我若甲伊讨水，伊若足温柔对待，若愿意互水互我啉，即个检菜就是迄个人，伊家己末道是安尼来迄落。利百加出来唱水的时阵，伊真欢喜摕水互即个萝卜啉。毋若安尼，利百加嘛看见即个萝卜。牵的遮个骆驼，迄骆驼咧啉水的水量是惊死人。所以伊嘛看见讲爱屋及乌啦吼，你喙重，我遐骆驼动物嘛真喙重，所以伊安尼一直伫遐出力来行第二里路，互遐骆驼拢啉水啉到饱。所以即个萝卜都看，这个就是了。遮尔有疼心的女子，真适合来做阮小主人的太太。这诚做以撒的某利百加，后来就是生雅各，这对相生啊。第二个是罗德，最近我甲妇女团契讲罗德记。罗德伊完全无义务去照顾这老寡妇，然后尾去到摩押地，死翁死囝，这两个囝，这两个新妇，拢是摩押人。伊无法度，而且无法度生活，要转去伯利恒的时阵，两个新妇为着对即个大家会疼讲，我甲你做伙转来，你也年老，倒转去迄个所在，我甲你侍奉。然后伊3摆阻止讲人，我无法度，我家己袂当耽误恁的前途啦。伯利恒毋是恁的民族、文化、社会拢无共。恁遐少年，恁伫家己的即个后头遮，还佫有亲人，恁莫甲我去。都是罗德，因为疼，愿意陪，然后咪行第二里路。后来，伊为着伊家己的人生，开创另外一个真水的前途，诚做大笔的阿嬷。一个罗德记，互咱看见行第二里路，上帝会互咱白白付出。最后一个例是用马其顿教会，因为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极远，所以保罗伫逐教会伫遐来募款，讲你去来帮衬，互耶路撒冷教会兄弟姊妹较好生活。马其顿教会是一个善车弱小的教会，因听见即个代志了后，因甚至来求保罗讲：你毋通甲阮跳过去，互阮有份伫即个好的时间，我愿意行第二里路，来帮助遮个需要的人。即个就是马其顿教会一种慷慨行第二里路信仰的表现。所以，即个对咱来讲，已经甲第一里路行好，已经无简单。总是第二里路的条件，伫即个咱真强调
我会受到公平的对待，我的权利，我哪会通放弃我的权利？伫即个现代社会，咱愿意接受即种的条件也袂？毋茫咱逐个伫生活中、伫家庭、伫职场、伫教会，愿意因为疼来行第二里路，咱用这来做咱今日金句，来做来读。有人勉强你行一里，就介意行2里。马太5章41节，做来祈祷。主帮助阮用圣心提醒阮，当阮有人要求阮爱行一里路的时，如果阮有机会，嘛有迄个能力，用圣心感动阮，愿意甲伊行第2里。由你扶持帮助阮，以祷告耶稣的名，阿门。是咱要唱回应的诗，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会众请起立。众请坐，这是咱要奉献，咱要用甘心乐意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方瑞执事甲嘉宏执事来书献。
将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第一，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今仔日要请嘉宏执事来报告青少年的生活营的事工。第二点，少年团契，今仔日有6月份的例会伫5楼。要请叶宏仪医师来转讲，请大家留落来参加。第三，幼儿园今仔日要开董事会伫办公室。第四，第三季的事工，伫即礼拜3前，大家爱甲聚会安排上办公室。第五，音乐分享是伫7月初6拜六的下晡3点。请兄弟大岛奉献，搁留时间来参加。第六，后礼拜日6月30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有请淡江中学的校务林明哲传道要来请安正道。第七，无第七。遗体关怀请大岛邱耀进医师的妈妈，伫6月13为主怀抱，请大家为遗族来大岛援助亲自安慰扶持。告解消息，请咱大家家己过目。即马请嘉宏执事。兄弟大家平安。因为我一只简单为了青少年，伫今年暑假要前往伫光华教会来举办福音队，来向大家来报告。阮的时间是7月初7到14号，有福音队甲生活营，主要是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斗阵来服务。一只简单甲大家报告光华教会伊伫位置伫嘉义县德徛乡的光华村，伊是嘉义县内面第2个超过100年的教会。伊1918年成立，上伫嘉义中的上超过100年，还有一间教会叫鹿满长老教会。伫遐因为教会非常特别咱看倒边下骹才有一个伊教会这就是教会的相片伊遮非常的特别，因为伊伫斜坡管顶所以是用日式的基座城堡的风格来建筑的。最主要阮即届服务是光华国小的学生头先有甲光华教会牧师徐牧师有稍微简单甲阮介绍，伊今年有20个学生。全校有敢若20个学生本来这个学生这个学校要废校但是因为学校有一寡特色教学，所以继续保留起来。所以到时阵阮会去到这间这间学校来服侍。我想福音队的事工毋敢若是一个事工，嘛是一个分享、学习、服侍的过程，佫是一个蒙福的过程。主要会当互这个囡仔学习真做一个仆人，会当来服侍上帝，甲服侍的人。厝里来有国中有高中生的家长，应该拢真清楚，即摆108课纲非常强调服务学习这件代志。所以我嘛用安尼价值来教咱的囡仔、教会囡仔，伫过程当中因学习新的物件，有的能力学习因家己动手做家己用手来学习。嘛是学习甲别人斗阵的一个期间所以这几天因拢生活斗阵，
互相来扶持，互相来交流。这是咱即届要出队的囡仔的名吼，有恩琪、杰恩、永仪、享恩、信宏、瑞恩、恒安、利恩、恩硕、陈恩、新佑、齐轩、甲宽润，这是赵新佑由我带队来到光华教会遮来服侍。这就是囡仔因开始咧筹备整个一个过程因开始学习，这是科学组因要做无动力因要用橡皮筋做一个小艇还有做投石器所以因家己训练家己安排时间，家己找教材家己来做 PPT 要来教这个囡仔这是手作组囡仔学习去你甲讲台馆顶，将做一个老师来教这个囡仔。所以因家己爱先学会晓遮个物件，因要做一个笔记本，搁要做袜子娃娃等等。因为约翰福音13章第35节有安尼讲咱若彼此相听，众人就会当看出咱是上帝门徒上帝就是听，伊不但听世间人，嘛爱咱彼此相听。所以福音队其实是一个彼此相听的关系的一个服侍。用安尼，互这个囡仔有机会用因的性命来荣耀上帝。整个的预算差不多将近19万所以但是非常感谢教会专业用宣教基金来支持请兄弟为着这个事工继续为着阮来关心甲带导，多谢。老师有要补充无？今日毋知有人需要我介绍的人无？朋友，新的朋友，对我看去，欢迎，欢迎。我有看到小德小德甲璇璇为美国回来欢迎因，再来做礼拜。我一项报告就是，咱这逐礼拜拜六拢会收到教会足侪群组有一个短片迄个短片就是为着7月初6，这个敬拜团要带领咱做一个音乐见证分享会。咱有3团的敬拜团，即马拜2拜4暗时因一直咧练要甲用真好。每一个礼拜短片都不一样你莫讲这顶礼拜就收到无顶礼拜短片甲这礼拜拢无共。每一个短片内底拢有一首新的歌，咱较老的拢较袂晓唱这敬拜赞美的歌，伊就是要互咱先熟悉这一些歌，到7月初6，咱就通甲因做伙伫这个敬拜内底来学老上帝。所以因即届真有创意，南门教会已经第71年南门7117敬拜一起来敬拜。做这个歌，所以即摆来小可短短，互恁看40秒的一个因的广告咱甲时间先留落来。7月初6拜六下晡3点，咱嘛鼓励这个少年人，因即摆足认真咧练，咱来甲伊支持。到时来邀请较侪朋友来参加这个真特别。少年人即摆较爱即种敬拜赞美的方式。咱虽然年纪较大，咱嘛融入伫即个内底，做伙来敬拜，因为学老上帝。以色列的学老是上帝的宝座，咱来分享这段短短40秒的短片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这是咱做伙来唱平安礼的歌，咱拢诚做一家人。请起立，咱大家互相来请安
接咱做伙来吟圣诗540首，主得叫咱人。牧师祝祷，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他，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甲咱众人三合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未到了闭会。